拍到就係執到。呢份關於越南治安問題同埋避坑指南，你一定要認真聽清楚，特別係第3點啊！如果你計劃帶住屋企人，尤其係老人家同小朋友嚟越南海邊度假，咁今日條片你就可以放心睇落去啦。先講治安問題啦，南哥今次推介嘅3個海邊城市芽莊、峴港同富國島，安全方面都相當靠譜，整體治安非常之好，基本上可以話係夜不閉戶都唔使太擔心嘅。跟落嚟，南哥要提幾個好易踩坑嘅地方，準備自由行嘅朋友一定要認真聽。第一，簽證，好多人以為越南係落地簽，買咗機票就可以走，呢個係誤區嚟嘅。其實你淨係拎住機票同護照呢，航空公司好大機會唔俾你上機，海關都過唔到嘅。所謂嘅落地簽，前提係你必須提前申請好簽證批文，到咗機場再貼簽。第二，如果你打算去芽莊，尤其要警惕嗰啲低價旅行團啊。芽莊嘅購物團呢，口碑一向唔係幾好嘅，強迫購物體驗差嘅情況嘅，時不時都會發生嘅。建議大家唔好因小失大。第三，喺越南租車，尤其係電單車，一定要格外小心。今年開始，越南交通罰款力度大幅升級，唔戴頭盔有可能罰超過1500蚊人民幣。再加埋路況唔熟，駕駛習慣唔同，我哋自己都成日有啲小碰撞，真係唔建議大家輕易嘗試。最後，食煙嘅朋友要留意啦，越南室內基本上全面禁煙，酒店房都包括在內。如果違規食煙，一旦被檢測到或者發現，輕則罰款600蚊起，重則影響成個行程斬攪。今日嘅內容就講到呢度，如果對越南旅行仲有咩疑問，隨時歡迎私信南哥。